大家好，我哋係樹枝博士，我係阿樹，我係阿芝。樹枝博士話俾你知，學校冇教你嘅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人性的軟弱》呢一本書。我細細個咧已經聽過呢一本書，當時咧好吸引我注目嘅地方係因為佢被譽為係繼聖經之後出版史上第二暢銷嘅書。雖然往後都有好多其他更加暢銷嘅書籍，但係作者卡內基佢咧係一個非常之有影響力嘅作家。佢被以為係20世紀最偉大嘅心靈導師同埋成功學大師。呢一本書嘅原名係叫做《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但係我更加中意佢嘅中文翻譯《人性的弱點》。呢一本書名好似話俾我哋聽，如果你想說服別人，令到人哋去跟你嘅方式去行，你就要針對住人性嘅弱點。作者卡內基講，一個人事業嘅成功15%取決於專業技能，另外85%要依靠人際關係。人係群體嘅動物，單靠一己之力，其實冇辦法取得偉大嘅成就嘅。我哋將呢本書30條法則歸納咗為6條受人歡迎同產生影響力嘅法則啊。第一個法則係真心真意咁樣去感謝他人同埋讚美他人。Charles Schwab 曾經講過 I am hearty in my approbation and lavish in my praise。中文即係由衷嘅讚賞，不吝嗇讚美支持。呢個世界上令人哋去為你效勞嘅方法只係得一個嘅啫，唔知你又相唔相信呢？呢個方法就係讓人哋甘心情願咁樣去為你做一件事。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講過，人性最深層嘅動力就係對重視嘅渴求，希望感到自己重要，係人與動物最大分別之一。呢個渴求係好似我哋渴求食物一樣咁重要。哈佛校長 William James 曾經講過，人類最本質嘅天性就係渴求人哋嘅欣賞。Charles Schwab 係美國史上最先踏入100萬美元俱樂部嘅傳奇人物之一。嗰陣時咧，其實仲未需要咧去交薪俸稅噶，每個星期可以入帳到50美元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可觀嘅收入啦。當時咧 Charles Schwab 佢一年嘅人工係竟然係超過咗100萬嘅美元，相當於咧係每一個星期咧係2萬嘅美元，係平均收入嘅400倍。38歲嗰年，佢被安德魯卡內基睇中，出任董事長，掌握1901年新成立嘅美國鋼鐵公司。係啲咩原因令到卡內基不惜一切咁樣去用3000蚊嘅高價留住佢？佢係咪一個天才？好似唔係。佢係咪比人哋更加認識鋼鐵？都好似唔係。原來佢嘅能力係在乎去激發到身邊嘅人嘅熱情。Schwab 佢曾經講過，佢有最大嘅資本就係欣賞同埋鼓勵其他人。佢用呢一個方式去激發其他人嘅潛能。佢發現無論對方嘅成就係幾咁嘅犀利，喺讚賞嘅時候都會令到工作更加盡力，而被批評嘅時候只會截然相反。但其實讚美咧唔係等於阿諛奉承。如果人際關係只係一味討好咁簡單，咁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天生嘅專家。喺職場上面，其實擦鞋同埋讚美有時只不過係一線之差。而嗰一個分別就係我哋係唔係由衷、真心誠意咁樣去欣賞同埋讚美其他人。當我哋真係真心咁樣欣賞別人嘅時候，其實人哋係感受得到㗎。另一個策略就係我哋可以揾一啲嘅依據去支持我哋係真係去讚賞其他人。例如我哋可以觀察到對方某一種嘅特質，一啲可能其他人未必去觀察到嘅嘢，對方咧會更加相信你係真心誠意咁樣咧去讚賞佢㗎。Ralph Emerson 曾經講過，佢人生所遇到嘅每一個人都喺某一個地方係比佢犀利㗎，而都有一個地方係佢可以向佢學習。所以你總揾到一樣嘢，你係可以欣賞到對方。問題就係你捉唔捉到佢嗰個關鍵。其實我曾經咧都諗過咧去改變一個好好嘅朋友。咁咧呢個朋友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好擇善固執人啦。喺呢個待人處事方面啦，都有好多嘢咧可以更加進步。當時我同幾位都同佢好 friend 嘅朋友咧，都嘗試咧直接指出佢咧可以改變嘅地方啦。我哋以為咧我哋本身有一定嘅友誼基礎咧，佢就會容易啲聽入耳。但係其實直接去指出佢嘅問題，只會令呢一位朋友咧變得好 defensive。
佢講咗一句我到而家都好深刻嘅說話，佢話：你哋唔好再批評我啦，你哋不如讚下我啦咁樣。當時嘅我咧都覺得幾好笑嘅，因為嗰一日嘅會面其實咧係佢邀請我哋咧同佢講一啲忠告，但係當我哋直接去指出佢嘅問題嘅時候，其實佢渴望嘅首先係讚賞同埋鼓勵。其實可能而家回想翻當時更加好嘅 approach 咧，係先去讚賞佢係一個擇善固執嘅人，而呢樣嘢當然都值得我哋去學習啦。然後先去委婉咁樣咧去講出佢一啲嘅可以改善嘅地方啦，令到成件事咧係一個正面嘅方向發展，咁佢都會咧更加樂意咧去聽從我哋嘅忠告。呢個都帶落到法則2，其實就係不要批評，不要抱怨。喺99% 嘅情況下咧，無論嗰個人犯下幾嚴重嘅錯誤，佢都係唔會怪責自己嘅。作惡者係會怪罪所有人，但係就係唔會悔改。呢個係人性，批評其實係冇用嘅，佢只會激起抵觸，讓人咧急於咧去辯白。批評都係危險，因為佢傷害咗一個人嘅自尊，甚至讓人咧萌生恨意。耶穌曾經講過：你哋唔好論斷人，免得俾人論斷。呢句說話成為咗美國總統林肯嘅座右銘之一。林肯面對違抗自己命令、延誤軍事，導致敵軍南逃嘅將軍 Robert Edward Lee， 佢非常之嬲。喺極度嘅失望之中，佢攤開咗信紙，寫咗一封信俾 Robert Lee 嘅。但最後呢一封信從來都冇寄出，因為林肯知道指責同批評根本就係徒勞無益、無補於事嘅。同人打交道嘅時候呢，我哋一定要記住一點：人呢其實唔係理性嘅生物嘅，人係由情感驅使，由偏見咧去支配。有傲慢同虛榮咧，成為人咧嘅動力之源。你有冇諗過咧，想教訓一個人或者改變一個人呢？其實我係絕對唔反對嘅。不過，其實有冇諗過可以從你開始呢？自私啲咁講啊，其實改變自己遠比改變其他人令你受益更多，並且你承受嘅風險都係更加少嘅。你有冇試過，你有啲嘅朋友或者同事，佢喺 WhatsApp 或者 Facebook 嗰度話咗你兩句，然之後咧你就準備咧同佢片過，準備展開罵戰。作者咧指出咧，其實我哋可以先去寫一封信，然後嘗試擺喺櫃桶嗰度，隔2日先至寄出。當你嘗試咁樣實行嘅時候，9成9你最後都會冷靜落嚟，然之後冇將到封信寄出，就好似林肯寫俾 Robert Lee 嗰一封信咁樣樣。我哋都不妨可以試下呢一個方法。你試下喺 WhatsApp 嗰度先 draft 咗一段千字文，然後每一次你都隔2日先至去 send 出去。如果你到2日之後仍然覺得有呢一個需要，你先至去批評啦。第3個法則就係談論對方感興趣嘅事情。作者話咧，如果你見過美國總統羅斯福，你都會咧好驚嘆咧佢好廣博嘅學識。無論咧嗰個 VIP 係牛仔啦，定係騎兵，無論係紐約嘅政客或者係外交官，羅斯福都可以應對自如。究竟佢係點樣做到嘅呢？答案好簡單，每一次有客人嚟嘅時候，羅斯福前一晚都會先去了解對方感興趣嘅話題，然之後一直鑽研到夜晚。簡單啲嚟講，就係談論對方最在乎嘅事情，就可以直達對方內心深處。話說啦，自己有時咧見一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嘅時候啦，都會咧去嘗試咧去睇下朋友嘅 social media 啦，或者咧去關注咧一啲佢好關注嘅事情。例如嗰個朋友好中意 K-pop 嘅，你就翻去睇下啲 Blackpink 嘅新聞。例如佢好中意車嘅，咁可能你再去睇下啲車嘅牌子。呢個就係點解有時有啲朋友，你好似發現佢同每一個朋友都有共同話題咁樣樣。人咧其實係好中意表達自己嘅，好期望咧可以咧去改變到對方嘅觀點。但係有時候我哋都可以俾啲時間對方去講下佢哋嘅諗法，講下佢自己嘅興趣，甚至咧你可以鼓勵咧佢將佢嘅想法咧去一咧去講出嚟。其實就算咧係再好嘅朋友啦，其實咧佢都少不免咧會好想咧喺朋友面前去分享自己嘅成就、自己嘅興趣，而唔係一味聽朋友自吹自擂。法國嘅哲學家拉羅什曾經講過：如果你想樹敵，你就勝過你嘅朋友。如果想交朋友，你就讓你嘅朋友勝過你啊！
第4個法則就係無論對任何人嚟講呢，佢哋自己個名啊都係世界上最甜美嘅詞彙嚟㗎。Jim Farley 曾經擔任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嘅主席，兼任美國郵政部長。佢10歲嘅時候，爸爸離世，佢為咗生計冇辦法唔喺磚廠嗰度打工，所以佢係冇機會讀過高中㗎。但係後來有4間大學咧都頒咗個榮譽學位俾佢。當佢講到自己成功嘅秘訣，有人話佢可以叫出1萬個人嘅名，不過佢就話啦：你錯啦，我至少記得5萬個人嘅名啊！呢個能力咧令到佢幫助羅斯福喺1932年咧勝出咗總統競選，所以佢之後就成為咗羅斯福入主白宮嘅幕後功臣啦。人對於自己個名嘅在意程度啊，遠勝過地球上其他所有名嘅總和嘅。當你能夠好熟咁樣講出對方嘅名，本身已經係一個有效而不着痕跡嘅讚美。其實我啱啱識阿樹嘅時候咧，都發現咧佢有呢個技能嘅。佢咧好容易就會記得出咧一個新嘅朋友圈子入面咧嘅一啲人嘅名，甚至記得出咧佢哋咧每個人咧嘅少少嘅特色喎。不如阿樹你都講下，其實你係咪都記到5萬個人嘅名啊？5萬個人嘅名可能我就記唔到啦。不過如果去一個新嘅聚會場合啦，我都會嘗試咧去不停喺個腦裏邊咧去重溫在座嘅人嘅名字，甚至咧去記低個人講過嘅一啲嘅重點。如果嗰一個人嘅名令到我聯想起某一啲嘅嘢，例如係我認識嘅一啲嘅人，或者佢個名好罕見，我從來冇聽過，咁樣啦，我都會即場啦去同嗰個人去傾關於佢嗰個名。之後有時可能都會嘗試下叫個朋友不如你試下寫呢個名出嚟啊，然後同佢講話，咦，你個名好有趣喎，咦，點解咁樣寫嘅？呢啲嘅話題都可以無形之間拉近同人之間嘅距離。第5個法則就係微笑啦。Charles Schwab 咁樣講過，佢話佢嘅笑容價值連城，其實都唔係好誇張嘅啫。面帶笑容嘅人喺管理啦、教學啦、營銷上面呢，都可以做出更加好嘅成績，而佢哋嘅仔女都會更加有幸福感噶。一個 HR 嘅經理會話，佢寧願請一個連小學都未讀完，但係笑容燦爛嘅店員，都唔願意請一個日日悶悶不樂嘅博士生。你可以試下企喺中環嗰度觀察下啲上班族啊，你會發現10個有10個都係苦口苦面噶。其實香港人呢，生活喺呢個地方呢，壓力真係好大，好多人呢都好繃緊啦，搭個車呢撞一撞都會嗌交。但有冇諗過，當你笑一笑嘅時候，呢啲咁嘅摩擦都會少咗好多呢？第6個法則就係 yes yes 啦，即係讓對方點頭稱是。同人傾偈嘅時候呢，其實係要先去講出你認同對方嘅觀點，而唔係急於咧去講出你哋嘅分歧。如果可以嘅話呢，讓對方了解你哋嘅差異唔係喺目的上面，而係喺個方法上面。喺傾偈嘅當中，最重要就係拋出讓對方認同嘅觀點，從一開頭咧就努力讓佢從自己把口入面講 yes， 唔好俾佢機會講 no。蘇格拉底對話法正正就係建基於呢個基礎上面。佢提問嘅角度咧非常之巧妙嘅，令對方冇辦法唔點頭贊同。佢乘勝追擊，接二連三咁樣咧拋出啲問題，令對方咧一定係 say yes 嘅。喺不知不覺中，對方已經得出同之前完全唔同甚至相反嘅結論。想要反駁對方嘅時候，請記得蘇格拉底嘅策略，溫和咁樣拋出一個答案肯定係 yes 嘅問題。我睇本書嘅時候咧，最深刻咧就係有一個關於 Joseph Allison 嘅例子。佢咧就係 Westinghouse 電力公司嘅商業代表。有一次有個工程師咧就打俾 Joseph 講話，我咧唔可以再買你嗰啲摩打啦，因為你啲摩打咧太熱啦，我擺唔到隻手落去啊。Allison 知道自己根本咧就冇同佢拗嘅餘地啊，因為佢啲摩打咧真係好熱，所以 Allison 咧就同佢講，我咧100% 同意你嘅講法。如果咧嗰啲摩打太熱嘅話咧，我覺得你真係唔應該再買啦。但係我都相信你唔會有一啲嘅摩打係熱過電力標準㗎，係咪？然後佢就引導工程師講咗第一個 yes， 然後佢再講美國嘅電器製造商協會話摩打咧其實係唔可以高過華氏72度嘅喎，係唔係啊？
然後佢又講咗第二次嘅 yes。不過你啲摩打又真係好熱喎。Ellison 冇反駁佢，佢調翻轉頭問佢，其實你嗰啲製造廠係幾熱㗎？工程師就話大概華氏75度啦。Ellison 就同佢講話，其實72度再加75度加埋即係華氏147度，我相信你都唔會將隻手放喺華氏147度嘅熱水啦。然之後工程師就話 yes。最後就係咁，呢一盤每個月35,000蚊美金嘅生意就咁繼續咗落去。人性嘅弱點係一本喺1936年出版嘅書，當初印咗5000本，冇諗過一出街呢本書就大賣，到而家你都仍然會喺書局揾到呢本書，其實都足以證明咗人同人之間嘅相處係唔會因應時代而改變嘅。如果呢條片都令到你有啟發，不妨喺留言嗰度講低你嘅 insight 啦，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咁樣我哋就可以繼續一齊成長啦。我哋係樹枝博士，下次見。